内地法院后日拜五就要来进行着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。有几个公民团体号召着青鸟中回立法院，为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到立法院外口来排班。拄则咱嘛看到现场咯，主办单位来预估，每一天拢会有超过1万人来参加。警方唔敢大意，出动200个现场的警力，甲200个预备的警力，甲这个重点放伫双舞台甲立委出入的所在。亚伯亚表示诉求，青鸟甲当个立法院要提拜五将要进行的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赞成。透过这一次的修法，将这民间团体号召民众依照身份证号码排班到场来收听。今仔日的尾数是1、2、3、4，明仔载是5、6、7，后日是8、9、0。主办方按算逐天拢有100个人参加。我家己一个来啊，坐火车去桃园，坐头班车5点半来。今天早上有空，然后来了解一下民主的程序。学顶办经验，警方提早伫立法院的外口来安排。针对青岛东路、咸水南路的上舞台，两边拢安排50个警力。青岛镇江街口是立委出入的所在，嘛有50个警察。现场也有50个机动组随时应变，总共出动200个警察以及200个预备警力。在立法院周边，包括围墙的部分，我们都有放置相关的一个假释护栏，就主要是要区别集会的现场跟我们警力的运行的动线。人数如果说真的是超乎预期，我们有规划相关的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。过5点钟后，警力有管到300人。在活动的前一天，主办单位才和台北市警方讲好路权。想要到被告提供舞台顶顶的设备，袂当留几暝，逐天拢爱听，认为讲是警方刁难。经过我们不断的跟警方的要求，以及有许多伙伴持续的来跟警方来去做抗议。那警方在昨天的时候也有同意我们，那我们晚上也不用再去就是做没有意义的舞台的拆卸。巧合路权加上警方的安排，主办方敢若希望活动会当顺利进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